宜兰林义庭的市政总职孙首先肯定市府近年来争取的交通建设，对捷运南线行政院的核定，到国道8号立体化日前来动工。宜兰认为有开始就是好的开始。另外嘛，为着咱市一一解决的网仔管，对着市府来表示肯定。不过对着体育局，伫咧规划大型的运动场馆的时，宜兰嘛提出机会成本，甲着体育局来探讨，希望一个场馆的规划应该考虑多目标来使用，开放民间使用，来创造营收，才能符合未来要来永续经营，对不对？然后才能维持下去。对，没错，局长。但除了球类场馆以外，民间需要什么？像游泳教室啊、瑜伽、重训器材，甚至你的游泳池还有烤箱跟三温暖，这才符合民间的使用嘛。另外，伫安平社前练习场的兴建中，虽然土地是符合多目标功能使用的公园用地，不过兴建中竟然无规划人行道，议员嘛烦恼未来公园的开发恐惊会受影响。台南新闻林英根、杨顺怀采访报道。